我願意放棄同張女士平分任何嘅資產。我的確曾經不忠，破壞咗婚姻嘅承諾。無論之前發生咩事，我都想借呢個機會向張女士鄭重咁道歉。當大家睇到呢個嘅鄭重道歉，可能大家都會問：咪又係道歉？佢之前道歉過咯，係咪一加咗鄭重，情況就唔一樣呢？但係如果我哋睇翻鏡頭，接受道歉嘅太太面部表情似乎係鬆容好多。今次佢會接受，唔係因為字眼不一樣，而係佢見到犯事嘅先生唔再有好多硬道理，唔再提好多道理、藉口各樣嘅事，直接嘅講呢件事我錯咗，我不忠，我負起責任，我放棄我可以爭取嘅權利。最重要當然就係最後佢向呢位太太鄭重嘅道歉。不一樣嘅唔係佢道歉嘅內容，不一樣嘅係佢嘅態度，唔再陳述好多道理，係令到對方直接嘅容易嘅接受。喺呢點，似乎我哋會諗起，作為一個男士，好多時候佢都傾向講道理，佢都傾向用道理是非對錯去說服對方。當然上集我哋都講過，好多時候呢啲道理同埋說服會令到對方感受到壓力同埋欺壓，但今次佢冇，佢好深情嘅用自己嘅身體語言話俾對方聽，我明你嘅感受，我想講聲對唔住，而對方似乎就真實地接受到。